连锁关心过婚姻界消息，说来看一场车祸。这车祸意外看得出一件恐怖的情杀案。代志发生在4月15早起7点外，台中丰原区南阳路一台白色轿车去撞到头前一台货车。这个货车的驾驶落车要看的时，这台白色轿车的驾驶佫雄驶倒退去撞到后壁的车，当场人现场拢惊到。警消人员要甲解救的时，看到副驾驶座这个女性的身躯，身躯有几位的刀伤。这个驾驶呢已经唔知人，经过警方一个追查，判断两人有感情的纠纷。白色轿车大力撞到头前的4台货车，4台货车嘛叫撞到一直位头前青，驾驶嘛紧打档啊，就惊车会撞到当地的等车厢顶骑车的民众，大家嘛叫这嘣一声声音惊一跳，一直回头看。超大的龙啊，7点半啊，白色轿车啊，咖啡卖。当时有好心情的民众，袂过斗3工，这当阵白色轿车佮雄拄捌骨屎，去撞到后壁轿车。来是太太还是什么人我要弄到规个下巴够严重。白色轿车车头却弄甲密密麻麻，驾驶更唔落车。警消赶过来，要甲已经昏倒伫咧副驾驶座51岁查某乘客送去病院，伊头含骹手规身躯拢受伤，头壳先叫是扣弄到空喙，详细甲检查发现是扣刀啊扑的。是一对男女有感情纠纷，林姓男嫌持刀砍伤王姓女友后，以车子将人载走。警察讲，当时车顶驾驶含查某乘客头壳拢无清楚，查某乘客方送到家护病房抢救，即马着重伤昏迷不醒。查某乘客嘛敢若有伫咧食药啊，精神无稳定。嘛因为这场车祸才意外公开恐怖情杀，详细案情，警察嘛继续调查厘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也不要忘记收看《华视新闻》杂志哦。